美國富商馬斯克宣布離開政府效率部，惹嚟佢同總統特朗普出現分歧嘅揣測。不過特朗普就讚馬斯克好犀利，又預告兩個人會一齊見記者。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四宣布，美東時間星期五晏晝1點半，會同當日喺政府效率部任職最後一日嘅馬斯克喺白宮召開記者會，話馬斯克雖然離開崗位，但佢將永遠同大家同在，一路給予協助，並讚揚佢係個了不起嘅人。馬斯克星期三喺社交平台話，自己作為特別政府僱員嘅任期結束，感謝特朗普俾佢機會。而佢早前接受訪問嘅時候就直言，由特朗普主導涉及大規模減稅同節省開支嘅法案，會增加政府預算赤字，並破壞政府效率部工作成效。外界視為佢同特朗普之間明顯出現分歧。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被問到有關事宜嘅時候，強調特朗普希望法案獲得通過，又對馬斯克嘅貢獻表示感謝，但未有提及接替馬斯克領導政府效率部嘅人選。Elon Musk announced last night his departure as an official special government employee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e thank him for his service. We thank him for getting Doge off of the ground, and the efforts to cut waste, fraud, and abuse will continue. 喺舊年大選嘅時候為特朗普站台嘅馬斯克，今年1月獲任命領導政府效率部以嚟，曾向多個聯邦部門嘅僱員開刀，展開大規模裁員同削減經費。佢喺華盛頓郵報專訪中話，政府效率部成為一切問題嘅代罪羔羊。有報道分析話，馬斯克嘅做法影響咗部分人嘅利益，認為呢個係一場注定失敗嘅改革，因為美國政府效率低同浪費只係表象，制度上嘅腐敗同監管缺失先係實質問題。無線電視記者陳慧珊報導。南韓一架海軍巡邏機訓練嘅時候墜毀，4個軍方人員罹難。軍機墜毀之後有大火並且冒濃煙，消防人員到場撲救。事發喺星期四下晝1點幾，涉事嘅軍機由南韓東南部浦項市一個軍事基地起飛進行訓練，6分鐘之後墜毀。機上4個機組人員，包括一個少校飛行員、一個上尉同埋兩個士官，全部罹難。據稱飛機墜毀前似乎盡力避開民居，附近嘅民居大樓冇損毀，亦都冇平民傷亡報告。軍方話同戰鬥機唔同，呢架巡邏機喺墜毀前冇彈射座椅俾機組人員逃生，墜毀嘅原因仲調查緊。香格里拉對話會喺新加坡展開，美國防長克格塞斯已經到當地，不過中國防長缺席，未能夠展開兩軍對話。美國防長克格塞斯一大清早同喺新加坡嘅美軍一齊操練。繼3月訪問菲律賓後，今次係佢上任後第2次踏足東南亞。We're seeking peace. You can see that from President Trump. He seeks peace. He wants peace for us and our families at home. But the pathway to peace is strength right here. 中方今次派出解放軍國防大學代表團參與香格里拉對話會，而唔係由防長董軍出席，令呢個亞洲安全峰會嘅焦點落喺克格塞斯身上。佢喺對話會前又同澳洲副總理兼防長馬爾斯會談，預料克格塞斯喺對話會上會重申美國對印太地區嘅安全承諾，向亞洲各國國防領袖展現美方作為區域夥伴嘅角色，但亦會提醒各國增加國防開支，因為美國嘅長期安全承諾唔係免費午餐。負責喺今次香格里拉對話會開幕晚宴中發表主題演講嘅法國總統馬克龍，先同新加坡總理黃循財會談。佢認為印太區內唔係只有中美兩個超級強國。We are not part of this superpower. We are neither China nor the US. We don't want to depend on none of them. We want to cooperate with both as far as we can, and we can cooperate for growth and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for our people in the world order. 黃循財認同馬克龍嘅睇法，各方應該達至共贏協作，而唔係零和競爭。馬克龍嘅主題演講內容預料會觸及中國喺區內日益強大、亞洲嘅衝突熱點、俄烏戰爭對全球影響等。除咗安全議題，馬克龍預料亦會提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高關稅政策對亞洲盟友帶嚟嘅壓力。無線電視記者麥偉光報導。睇下詳細內容。
中國等32個國際調解院創始成員國喺香港簽署成立調解院嘅國際公約。出席儀式嘅外長王毅話：香港具備國際調解得天獨厚嘅條件。香港回歸本身就係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嘅成功例子。Welcom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國際調解院成立公約簽署儀式喺灣仔君悅酒店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亞洲、歐洲、拉美同非洲等85個國家以及近20個國際組織高級代表出席。先由王毅上台簽署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之後，其餘創始成員國代表逐一簽署。王毅致辭時話：國際間出現糾紛係正常，應該通過對話協商妥善化解。國際調解院旨在根據各方意願，調解國家間、國家與他國投資者之間以及國際商務的爭議，這將填補國際調解領域機制的空白，是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的重要法治公共產品。調解院的誕生，有助於超越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促進國際爭議的友好解決。佢又話：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喺香港，可以推進建立起高端專業以及具有良好國際聲望嘅調解員隊伍。香港回歸本身就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成功範例。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營商環境便利，法治高度發達，兼具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優勢，在國際調解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相信國際調解院這顆新星將與東方之珠共同成長，交相映輝。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話：特區政府將全力支持調解院工作。Despite geopolitical turbulence, Hong Kong builds bridges, not walls.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s devoted to supporting RMS provision of friendly, flexible, economical, and efficient mediation services. 國際調解院由中國等近20個國家喺2022年倡議成立，總部設喺舊灣仔警署，預計最快年底投入運作，繼續接受其他國家加入。無線電視記者葉朝華報導。體育方面，曼聯今晚喺大球場有賽講足喎。部分球員呢就馬不停蹄，賽前出席咗見面會。明路同球迷打招呼，佢同烏加迪同埋阿密特迪亞路喺尖沙咀同公眾見面，大批球迷現場守候。3個人同一眾嘅粉絲自拍。佢哋喺分享環節提到，因為時間問題，未能夠認真探索香港，又一致認為曼聯來季有力強勢回歸㗎，而且隊內咧有好多出色嘅年輕球員，前景係一片光明。舊年掛靴踢過曼聯嘅蘭尼就同日去到九龍一間學校交流。佢分享生涯嘅點滴之後，就親自落場參與操練，指導一啲學生嘅技巧。38歲嘅蘭尼勉勵年輕人要學識享受足球，要以樂觀嘅心態面對任何事。